那水果造型很奇特的，像人的脸呢、像女性的乳房那样，像那个菜有一种那个茄子的，又长得像男人的性器官的，还有的树，外国人的树也有像男人的性器官的，真特殊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；见诸相非相，即是如来，即见如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实无是无，何处非南海？至于大无家及西天，西天是指印度啊。